继续要来讲，减碳是时代的趋势。若是对旅行有趣味，嘛会当透过影像旅游为环境尽一分的心力。最近这几年来，有愈来愈多旅游地融入到影像的精神，将做国际认证的绿色旅游目的地。像嘉南的和平岛地质公园，透过路桥的监测、人流的管制，让这个有2000万年历史的地质景观，在观光甲保育之间取得平衡。另外，宜兰头城有一座私人的农场，推出着绿色厨房的游程，甲农场甲周边小农所种的有机食材，做成有故事的餐点，推广着地方的食农教育。继续，咱就来去绿色的目的地旅行，来了解影像的理念，安怎以每一届的旅行来贯彻实行。香香的味道。我们这个世代所拥有的资源，要让下一个世代可以享受。希望可以让这个观光游憩跟生态环境间找到一个平衡，带动游客对这块土地的感触和感动，所以会特别珍惜。这个美丽的环境，本质上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，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绿色旅游目的地的精神。这就是海生物所造成的。以前在海底，生物你看很多的生物啊，像穿孔贝啊、螃蟹啊，都会挖洞。这个以前在海底的时候是平的，被推升以后变成站立起来。这个是因为内引力板块运动所造成的推升上来。体育老师林明良在嘉南和平岛地质公园担任导览员已经20几年，对家乡土地有真高情感。每一块基建怪树就亲像是家己的宝贝。这一代的生衡化石都是这个生物可能在找东西吃啊，就钻来钻去，知道吗？它走过的痕迹就刻在那个沙子上面，对，然后被成为化石保留下来。对，被化石保留下来，就可以发现说这个生物在2000多万年前在海底做什么动作。上回唔甘的是，累积2000多万年历史的地质景观受到破坏分解。那这个红红的呢？这个红红就是在这边烤肉。那我们这个地表上很多的铁矿物嘛，温度高的话会氧化作用的。哦，变它像生锈了。对，氧化作用。但这个都没有办法复原，起码10-20年都没办法恢复啊。在民国70年上下，管理就松散掉了，讲起来是个黑暗期啊。地质公园经过黑暗时期，如今必须导览人员传统才会当入去，到港的人数无限制。再来，对，再来，好。改变的起点是2008年在地青年团队建立系统化管理机制，让天地水便因为收集愈去强大，渐渐失去光彩。以前我们小时候来河滨岛一定干嘛？一定带渔网来去捞鱼。以前在里面还有办法会烧金子都有，啊，骑摩托车在里面走来走去弄无。它是没有管理的一个公园，啊，却有世界级很丰富的一些地质景观。想说我可不可以透过一些管理式的开放，让所有的民众来可以玩得更永续一点。我们一直想说，封闭跟禁止不会是永续作为，而是让人们更亲近这块土地跟环境。让他更理解环境里面的一些问题，包括我们的阿拉堡湾，我们以前封了快10年，啊，透过一些方式就把它打开的。有丰富的海平生态、海天一色、看阔不变的阿拉伯湾秘境，马云邦丘还没7年这么久，不过新起的就让步道透过科学监测，撇开海邦丘路段，搁一摆为旅客拍开大门。这个生态石龙步道呢，它总共是125米，这个是水泥步道嘛？这一条。对，那水泥步道在我们水泥步道上面就是主要的敏感落石区，容易掉落的地方。它沿着山壁太近，每年有跟台大做一个崩塌监测的合作，你用监测的方式画一条线出来，好，我们再去研究新的步道出来。好多的石头被这个绿色的网子包在一起。海水它来的时候，涨潮的时候，其实跟
我们石龙步道是差不多平行。相对水泥步道来讲，它的排水性也会比较好，它就不会积在旁边的那个潮间带。对，海水可以通过，就有藻类哦，不会去影响生态，多了一些生物居住的空间，让这边的生物的多样性可以更丰富一些。最满意的是看到客人安全的，也都安安全全的出来，哦，那也都带了算是蛮满足的一个笑容。和平岛拥有丰富的地质景观，过去却曾经疏于管理。现在的和平岛运用永续旅游理念，妥善控制人流，保存这一片得来不易的珍贵生态。和平岛的观光发展和生态保护，以保育优先的理念利合并行。2023年入选全球8大历史目的地故事。绿色旅游目的地就是一个目的地，然后它的管理机关其实有一个绿色的永续的政策，会让这个目的地在环境、社会、经济这三面向就是越来越永续的发展。绿色目的地来自荷兰的绿色旅游目的地基金会，是一套促进饮食旅游的认证指标。若是当有效控制对环境、文化和社会冲击，有机会得到认证，比世界环境。我从事这个海女已经有50年了，13岁就开始下海了。在地有一个东西叫什么？海女婆婆，她们以前都会靠着把海菜或者是捞一些生物，做一些经济的回馈。海女婆婆都越来越少了，然后也不确定说未来会不会继续传承下去。这一片土地原本在采集的这些海女婆婆们，她们还是可以进来。4、5月大概就是采这个石花菜。英国海陆伫咧海边办海菜传统基地，持续伫咧产导展现风采。珍贵海葡萄、石灰糖和海菜粉，和餐点加增加海洋的风味。地质公园团过来种饲鹅草真做实在，每一处拢是绿色产色，嘛拢是保护不净生态具体行动。老师带着小朋友来我们潮间带观察，看到多少生物，认识藻类，哦，包含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大自然结合，让小朋友可以去触摸、看到，都去体验到。所有的永续作为，我都觉得是要让他去理解、认同、参与。推动饮食旅游，民间力量嘛当伫咧扩大版图。伫咧宜兰头城休闲农场，用循环农业贯穿地色悠长，自头开始讲另外一种历史目的地故事。蜜蜂的餐桌，那蜜蜂对应呢就是我们的花草的部分。请问蜜蜂的那个的语言是什么？嗡嗡嗡。是的，所以各位待会呢就要发出嗡嗡嗡的声音。啊，如果可以加上肢体语言，那就更好了。看一下。即讲一群大学生走访农场，亲身体验动物的森林餐岛，了解植入出来会发开的生态知识。公的花里面会有发花粉，然后这个蜜蜂呢，它去公花里面沾满了这个花粉之后，然后它会跑到母花里面，母花里面会有那个蜜液。那你们刚刚吃呢，就是用这个公花，然后到母花，然后吃下去完成授粉。这个昆虫旅馆呢，你们可以靠近一点，它不会咬你。上面这只，上面它还在找，它是准备要 check in， 它要去找那个毛毛虫，然后把它做成肉球。之后呢，它就下一颗它的蛋，之后它就做这个隔间，然后1间、2间、3间、4间。然后4房2厅。对，好，然后等它那个 baby 孵化之后，然后它就吃那个肉球，越吃它大颚越有力气，就会突破出来，就有一只了。啊，这个叫气龟啊。那待会怎么采呢？然后手指呢，把这个小黄瓜抓着，顶一下，然后成功！
老师这里。从产地到餐桌，短短几十公尺的距离，农场用食农教育理念诉说绿色厨房的故事，将这里打造成独一无二的绿色旅游目的地。午餐时间，进入农村厨房，食材部分来自农场内底菜园啊，到达在地友善农渔产品，烹出一项一项新鲜料理，正做迄天的重头戏。大家好，我是友慧。餐桌上面的生菜沙拉是我们下面的大菜园里面所采的，那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山林。吃东西这件事情，它是一个很生活化，比较容易被懂。我们就用很多友善小农的食材，支持这样的饮食，这样子的一个流程。友善小农他就必须要增加他的耕种面积，他帮我们把这个良田顾好来。它的那一片土地就会有很多的生物多样性，就是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放大最大的一个好的影响。有机的、无毒的、没有肥料的。 85岁杜丹平，当农家杜妈妈，45年前开始经营农场。过去伊是小学的老师，即马伊希望把这变作是一间绿色学校。蔬菜、水果，路边有什么野花？ 天空飞的是哪些鸟类？每个季节都不一样。客人来到这里，看到这些菜呀，马上吃得到是最好的享受了。这样的就可以身体会强。杜妈妈爱护环境、珍惜资源的理念，嘛是农场共同的 DNA。它就是东西舍不得丢，舍不得浪费，因为那个时代，你的畜粪肥你就是不会拿去丢。 你就是会拿去再应用，你家就是不会有很多垃圾，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再利用的。这是我们的堆肥场啊，那因为我们有有机的菜园嘛，那这个堆肥场有点像是有机农业的心脏，是有机的这种菜园，所以虫孔有时候蛮多的。那我们会把它拿去喂牛、喂羊，然后它的畜粪肥，把它跟那个碎木头啦、枯枝落叶混一起之后，就可以再利用一次。 然后就回到我们的菜园。坐工作车，但继续回山顶去瞭望农场后一步的饮食蓝图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有没有往前？有没有？就是宜兰县大概东北方。 然后我们的正对面有没有是龟山岛嘛？我们的未来的客人可以往上面做森林的疗愈体验。 造林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记录到很多野生动物，像是比较意外的，就是像水鹿、山羌啊、猕猴啊，还有野猪、穿山甲，这些都有。把现有的杂木林，把它做有一个管理性，10年、20年之后，树会成林，它的景观会好看。里面还有生态保护区，所以。 动植物也可以在里面共同的存在着，森林又是对台湾或者对这个整个环境还是很重要。饮食的争取，期待经过旅客参与灌溉开会结果。有没有看过？新鲜，OK， 好吃，多汁很多。能吃的、能闻的都有给我们闻，然后给我们吃。因为主要它是在地化，所以它的碳足迹就比较少。 永远延续嘛，永续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永续就是以前的人使用留下来给我们，那我们又要再给其他小朋友，一直循环啊，算是一个良好的循环。 永续自然它是长长久久。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美丽的环境，我们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绿色旅游目的地的一个精神，也是永续旅游的一个精神。在规划旅游的时候，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啊，或者是说最简单的就是带环保袋、环保杯这些，就是减少垃圾的使用，在地消费，买在地人他做的东西，或是在地生产的东西，就是让在地有经济 的回馈。海华风光暗的山南专属台湾的比例，透过绿色目的地精神，在这片土地持续显示，带动游客对这块土地的认识，
了解而感动，所以会对这片土地特别珍惜。今年种50棵的梨啊，寿命很长才看得到，我看不到我的祖孙看得到，我的客人看得到。